永康区的人口数这几年来持续增加，相对各项建设嘛持续进行。其中对民国90年就开始启用的永康社交中心，现在因为设施需要更新，加上风水内进等部分需要加强，文化局嘛规划整建工程。其中上重要的部分就是加强内部空间的规划，加舞台重新设计。主要的整建的范围内容包括1楼大厅，让它的纵线更加的完整。那也针对整个大厅的装修重新去做改变，所以未来在1楼的大厅会有所谓的专业的展览空间，包括到剧场，包括到图书馆，整个动线都会更加的明朗。那另外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演艺厅的部分。那过去的演艺厅舞台的纵深太浅，舞台太高，那座位跟舞台之间，其实在观赏上非常的不舒服。所以在这一次的整建上，整个演艺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。所以未来完成之后，会有600席的专业的中型的一个剧场的规模。那包括整个舞台变大，那左右的一个准备室，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是彩排的空间，所以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型的一个剧场。那当然，整栋的防水防漏也会利用这一次的整建的机会，把它加以完成。26号上午举行盛大开工典礼，当地里长甲议员拢亲自出席，市长吴伟霆嘛到场主持，希望这个社交中心未来当重新成为永康地区艺文甲社区发展的中心。因为这个社交馆已经有20年的历史，当初刚落成的时候，我们也都来参与它的落成典礼。现在要进行整修，那我们非常感谢。你要说等于中年在整形就对了哈，它已经20年了。那感谢我们议会各位议员的支持哈，那公所的团队哈，张区议长，还有我们文化局的团队叶局长，大家一起携手协力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希望能够给永康市民一个最好的一个休息空间，也就是我们的永康社教馆的整建。那尤其我们永康现在已经有了总图，有探索公园，有社教馆。我们希望说整个都市机能越来越臻完善，那能够让永康区的民众、市民朋友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这个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6000万，预计在2022年的6月份完工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